面對失敗與成功啦，係人生一生要學效嘅事情。透過運動啦，幫助學生去經驗成功與失敗啦，實在係一件美好嘅事情。幫助學生咧面對成功，但係心裏又要預備下次會失敗。縱然今日失敗，亦要努力，因為成功在明天。我又睇到呢學生們嗰種嘅投入，非常活潑同興奮，靚。我覺得今日咧嘅小朋友都好投入整個嘅運動會裏面啦，佢哋好落力去賽跑，佢哋都帶咗好多嘅彩帶啦、彩旗咧嚟到增加個氣氛，整個氣氛咧都係好踴躍啦、好開心嘅。我希望啲小朋友咧今日喺運動會裏面流過嘅汗咧，成為咧佢第時好豐富嘅回憶，感受到咧係咁開心嘅一件事。今日咧好感恩啊！一切嘅比賽項目咧已經順利完成咗啦。我見到每一個同學都可以盡力做好每一個賽事啦，亦都發揮到學校嘅紅信精神喎。今年咧我哋好開心邀請到咧胡少康先生同埋陳家豪先生嚟到我哋當中參與我哋嘅紅信運動會。希望藉住兩位運動員嘅生涯，帶俾我哋嘅紅信學生勝不驕、敗不餒嘅精神。Hello， 大家好，我係保齡球運動員胡少康。其實平時都會教啲小朋友打保齡球啦，同埋見到其實今日嚟到信義學校嘅陸運會啦，咁其實見到佢哋好踴躍咁參加，同埋好熱情咁去招呼所有人啊，係一個好開心啦，同埋好有正能量嘅運動會啦。咁希望同學仔可以定下啲目標俾自己啦，咁挑戰自己，咁令到自己可以有進步啦。同埋我諗係最緊要，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唔好輕易放棄，去堅持自己目標向前進。大家好，我係中長跑運動員同埋教練陳家豪。今日嚟到九龍仔運動場，非常之開心啊！天氣再加埋今日好熾熱嘅氣氛啊！喺我背後一班小朋友，佢哋咧為咗自己嘅目標奮鬥啊！我見到佢哋頭先咧跑比賽嘅時候咧，真係大家都鬥得好勁啊！其實咧，我哋做運動咧都係有句成語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沒有奇蹟只有累積。我哋做所有嘢都係有累積，大家加油努力 keep 住就得㗎啦！紅磡信義加